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以及所有居士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今天要来给各位大家报告。之前因为很忙啊，时间很短，所以师父抽不出空来给各位大家介绍一些做人的道理、修行的方法，感到非常抱歉。对不起，但是今天刚好有一个空档，师父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给各位介绍一个宽恕来自于善念。你要原谅对方，能够包容对方，来自于我们的善念、良善的念头。我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大家听。有一个9岁的男孩呀，有一次他不小心在叔叔的书房里面打碎了一座10几公分高的白玉观音雕像，他非常害怕。小孩子嘛，他觉得非常的懊悔啊，因为他知道那一座白玉观音是叔叔最心爱的东西，所以他流下了眼泪，很颤抖的声音对叔叔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叔叔这时候听了以后，就对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过是一座雕像罢了啊，将来还可以找到更好的，你不要难过哦。”给这个小孩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。这个小男孩啊，非常感激叔叔对他的宽恕，心里感到很平安了。因此，他仍然可以保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从此，他养成了一种习惯。这个小男孩常常到古董店或者是卖玉器的店铺啊，去欣赏观音的雕像。到了39岁那一年呢，他送给60岁的叔叔呢一座很美的观世音雕像，作为祝寿的礼物啦。你看，各位，叔叔对他很包容，没有追究。结果这个小男孩知恩图报。我们要知道，原谅别人的过失就是宽恕。宽恕不是很容易的，只有心胸开阔的人才能做得到。心胸开阔的人承认，我们人人都会犯过失了，都会有做错的时候，连自己也不例外了。自己犯了过失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懊悔呀，总希望别人能够原谅他，使他有改正的机会，从此他就不再犯错。自己是这么想哦，别人又何尝不是这么样想呢？如果你能根据自己渴望得到宽恕的心境，去体会别人渴望能够得到宽恕的心境，那么你就能够领悟到宽恕的意义跟价值了。宽恕不但能够去除我们不小心犯错的人心中的悔恨跟不安，而且也提供了我们补救的机会啊！所以宽恕是来自于一种善念，这个善念造就了一个真善美的世界。所以我们人能够尽量包容、宽恕别人，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就很和谐、很融洽。不要为了一个小事就吹毛求疵，一直找对方麻烦，搞得个心态上懊恼啊、悔恨啊，经常彼此对立啊、彼此撕裂，这个感情永远不和睦。我们不需要这样做，尤其是我们修行人更应该要小心，时时刻刻关心到众生，个人程度都不一样，来历都不同，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忘记别人的缺点。那么这样我们在世间会过得很愉快，自己快乐，别人也快乐。我们感谢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大家彼此互相来勉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